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要采光做公益，大事喜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今仔日是2月初3，拜二，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2中医，咱对9月23开始，06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一期02加103加3335 0335 06的下4期1234，开03的。10月20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4加105加3337 0537 06的下4期1234，开37个。12月初6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5加106加3338 0638 06的下4期1234，开06的。1月13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1加102加3334 0234 06的下4期1234，歹势06的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1加102加3334 0234 06的下4期1234，开02的。1月24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4加105加3337 0537 06的下4期1234，开37个。1月26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3加104加3337加3336 0436 06的下4期1234，开36个。1月29 06第一期顶3期123，第一期06加107加3339 0739 06的下4期1234。这个是2月初3拜2要用的0739 2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
即摆是合数的二中一。咱对于12月18开始6期即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吼，固定6期即届。第一期空数合数19，合数26，阴五22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22个。14合数19，合数26，空512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12个。即两号合数26，阴五合数19，合数26，空数11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11个。空3合数19，合数26，16、23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16个。即两号合数19，空1合数19，合数26，18、25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25个。空3合数19，合数26，16、23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23个。即两号合数26。空6合数19，合数26，13、20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即个是2月初3拜日要用的。13、20，二中一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嘛是二中一，咱对10月29开始，3要搁开第4期，同期的第1期6尾加8 4尾，用1、4、3、4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3、4个。11月初3，3个第4期，同期第1期的尾数4尾加8 2尾，用1、2、3、2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3、2个。11月18，3个第4期，同期第1期的尾数4尾加8 2尾，用1、2、3、2，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开3、2个。11月20，3个第4期，同期第1期的尾数1尾加8 9尾，用19、39，
下四支1、2、3、4，开39个。12月25，3秒到第4支，共期第一支的尾数4尾，加8、2尾，用1、2、3、2下四支1、2、3、4，开1、2个。1月初2，3秒到第4支，共期第一支的尾数7尾，加8、5尾，用1、5、3、5下四支1、2、3、4。歹势，1、5画毋对诶，开5个。1月29，3秒到第4支，共期第一支的尾数6尾，加8、4尾，用1四、3四。3秒的下四支1、2、3、4。这就是2月初3拜日要用的。1四、3四。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加看煞，爱甲大师是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